今日咧就用流星送俾我部新手機，同流星拍片。啊，終於啦，坐咗個零鐘，到咗啦，光明嘅，嚟到第一站放水站。哇！呢度有間旗艦啊，喜德星。哇，好大間！我哋喺光明啊！光明啊！光明第一站啊！好，等下我哋去黃牛煲。好。哇！一起過頭喎。咁假嘅啊，邊個？ Hello。哇！好謝啊！啊，大家早晨。早晨。大家早晨。係光明啊！睇光明啊！係啊，光明啊！好。大家早晨。早晨。早晨，長哥。早晨啊！喜德勝啊，總部啊。好。長哥早晨。早晨，早晨。早晨，早晨。早晨。嗱，大家要影相就影相係啦。中山大學。呢個中山大學深圳分校。今年我升中4啊。我哋係呢個黃牛煲。黃牛煲。呢啲咪靚車咯，10幾萬，謝聲，幾靚。哇，個個爬我頭啊！哦，我都過去頭。打前面新車。好啦，呢次正式可以影咗條龍啦。因為國內唔同㗎，唔同香港啊。喂，快啲！龍貝嶺廣場。大坪章森林公園。好痛啊150米咋，倒數緊啦！飲杯，園長飲杯，揸爬波啦！入去啦！呢個森林公園啊！學啦，學啦！我哋爬完個波啦，學啦你哋！而家翻去喎。唉，食飽要做運動啊你哋！好，又繼續啦，爬坡，真係爬坡啦，俾人拍甩咗。而家中途見到呢個咁靚嘅環境咧，梗要打定卡先啦。呢度有嘢食，又有釣魚，好靚。田長後追，
阿兵哥後追，哇！又扯上去啦。喂，好嘢，長哥。休息完又繼續。美女車神愛美，係啦！哇！呢班高手啊，係咁飆咁飆啊！睇先，加埋啲，加埋啲。話我去，因為學識過你走火。邊個嚟㗎？好瘦嘅陳小寶。哦。我哋喺後邊，以為喺前面，點知我喺前面用冇，然後。我過咗佢好耐㗎咯喎，嗰個。好，翻到福田口岸，好啦，散兵啦，好啦，各位，下次見，拜拜。